內地影后李冰冰多年嚟身材保持得相當好，不時被網民大讚係凍齡美人。日前，李冰冰孖經理人兼親妹妹李雪一同現身內地社交平台晚會，冰雪姊妹手拖手壓軸行紅地毯，李冰冰以全黑抹胸超低 V 連身裙現身，大 show 完美身材，而妹妹李雪就以一身墨綠色嘅簡約職場風示人，兩個人動作一致，形神似足雙胞胎，但氣質就截然不同。冰冰自帶國際巨星嘅光芒，並擁有女王氣質。李雪就展現出幕後女強人嘅幹練同埋鬆容。兩個人一出場，即刻成為全場焦點，更被紅地毯主持人稱為業界雙豬。隨後，李冰冰更喺社交平台上載多張同李雪嘅合照。李冰冰仲親自指導妹妹點樣擺 pose 同埋望鏡頭，兩人互動豐富有趣。唔少網民睇到之後都大讚佢哋嘅感情十分好，並表示內如有自己嘅冰雪奇緣啊！